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 channel 啊！今日係喺福岡第5日，前2日我哋用咗北部九州鐵路嘅3日周遊券，2日就去咗由布院，剩返1日仲可以用。於是我哋就揀咗第3日去熊本。我哋到埗嗰日就去咗綠色詢問處嗰度劃咗位，今日就會坐新幹線去熊本啦。從福岡到熊本最快速方便嘅交通工具就係九州新幹線。我哋依家就入閘，跟住行去睇下電子屏幕，見到我哋訂嗰班新幹線資料啦，係櫻花號543，朝頭早9點28分15號月台。咁我哋依家就上月台等車啦。喺月台等咗冇幾耐，就見到架新幹線慢慢咁駛緊埋站啦。流線型嘅設計車頭真係好型仔啊！咁等我哋依家上車先。新幹線即係新幹線啊，個車廂寬敞又乾淨。我哋沿途欣賞下風景，食下零食。呢2件 Canellis 係頭先喺博多車站買嘅，係人氣名物，有好多種唔同嘅味道。我就揀咗伯爵茶味。我哋坐咗大概30分鐘就到咗熊本站，真係快靚正啊！喺熊本車站就已經見到 Kumamon 啦，呢度地方好大又乾淨，設計有現代感得嚟，又帶啲熊本城嘅本土味道，環境周圍都好闊落光猛，行起嚟都好舒服啊！出站之後，我哋見到呢一間肥後市場，裏面有好多一間間嘅小店鋪，貨品琳琅滿目，有海鮮小食啦，又有特色手信，充滿住日系嘅市集風情。但係依家我哋就去市區觀光先。真係好感恩呢幾日喺福岡嘅天氣超級好啊！無論喺市區行街定係出外郊遊，日日都陽光普照。天氣既然咁好，就自然可以拍到啲靚片俾大家睇啦，真係特別開心㗎。依家我哋就會坐熊本市電，坐住呢架市區電車，車速慢慢咁喺熊本市遊覽，沿路欣賞下街景，輕輕鬆鬆咁感受下呢個小城市嘅風情，又係另一種體驗。然後我哋喺10號站呢一個熊本城市役所前站落車。未去熊本城之前，我哋首先就去熊本白蘇神社祈下福，因為喺車站行過去係好近㗎。熊本白蘇神社又叫熊本城稻荷神社，佢有400幾年歷史，係熊本城嘅靈魂守護神，可以祈福平安、保佑事業成功同埋守護愛情。遠遠見到紅色好古色古香嘅建築物，就係熊本城稻荷神社啦。行到入嚟呢間神社，已經見到好多人喺度參拜，好熱鬧啊！呢間神社最特別之處就係有個智慧之輪，好多善信都除咗參拜之外，大家都會根據指示喺呢個智慧之輪度兜圈，祈求可以增添智慧、平安好運。咁我都想聰明啲，所以我都好誠心咁喺度兜咗個圈啊！呢個就係智慧之輪嘅兜圈指示圖，望落去好似有啲複雜，但係其實兜起上嚟都幾簡單㗎。跟住一路行上去就係一排排嘅紅色鳥居，喺神社面前誠心參拜，祈求事事順利、身體健康。呢度仲有好多彩繪馬、祈念木，可以俾善信祈福許願㗎。我哋參拜完之後，就沿住熊本城嘅方向行過去。熊本城係日本3大名城之一，由加藤清正於1607年建築完成，別名係銀杏城。既然嚟到熊本，當然要去參觀下呢一個咁宏偉建築嘅熊本城啦。沿途見到呢一位清正公將軍嘅石像，係喺日本戰國歷史嘅一位武將。佢唔單止勇猛，而且擁有精湛嘅築城技術同埋愛民如子，於是就流芳百世。所以日本熊本縣就好崇敬咁稱呼佢做清正公啦。
呢個係熊本城下面嘅英之馬長城彩苑，入場係免費。咁我哋入去行下，呢度有條櫻花小路，係將17世紀江戶時代嘅熱鬧城下町重現，可以喺度周圍行下，食下嘢，買下手信，有時仲會遇到一啲武將裝扮嘅表演者，好似置身喺古老嘅熊本咁。呢度有超過20間商店同埋餐廳㗎。我哋買完入場門票之後，就開始行上去參觀熊本城啦。呢度有多種語言嘅介紹書，踏入城區嘅範圍，周圍嘅視野都好廣闊。熊本城嘅佔地大概有98萬平方米，見到呢度氣勢磅礴嘅石垣牆，真係令人讚嘆啊！簡直感覺到周圍都刻住時光流動嘅痕跡。行到上嚟，終於可以企喺熊本城前面打下卡啦！呢一座建築真係好壯觀。自從喺2016年熊本大地震之後，天守閣同埋其他城內嘅建築都遭受到嚴重嘅損毀。經過佢哋多年嘅努力，天守閣喺2021年終於重開，而內部亦都可以俾遊客參觀。我哋依家入天守閣參觀，天守閣總共有6層樓，每層展示嘅內容都各有唔同。我哋依家係由北口入去，從1樓到4樓，主要係展覽區域，展示咗從加藤清正時代到現代嘅各種歷史遺物，等遊客能夠更加深入了解熊本城嘅歷史背景同埋文化價值。最後我哋行到上嚟頂樓，即係展望台，喺呢度可以望到成個熊本城周圍嘅景色，真係好靚啊！特別係喺咁好嘅天氣望出去，可以將成個熊本城一覽無遺。參觀完天守閣之後，我哋就行返落嚟，過去熊本城間手信店度睇下。呢度有好多紀念品賣啊，甚至連蒸餾水都係熊本城嘅形狀。如果有興趣，都可以買返啲紀念品嚟留念㗎。離開咗熊本城之後，就嚟到呢一間大型商場，叫做 Sakura Machi 櫻町熊本行下。遠遠就見到 Kuramon 好似同我哋 say hello 咁，好得意啊！呢間大型商場嘅設施有大概150間店鋪，有流行服飾、美妝同埋餐廳。而我哋就去咗地庫嗰個 food court， 跟住就揾咗呢一間福岡都算係老店嘅黑亭食拉麵。我哋簡單食完碗拉麵之後，就諗住去熊本太陽路新市街行下，點知途經見到嘅好得意嘅市店，於是就嗱臨影低佢啊！呢一條太陽路新市街裏邊有好多食店、藥妝、卡拉 OK、小鋼珠店同埋電影院，各式唔同嘅場所都有。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似札幌嘅尼小路㗎。行咗一陣間之後，我哋都係差唔多時候要坐返市電返熊本站，然後就坐新幹線返去博多食晚飯啦。我哋今晚 book 咗一間好正嘅居酒屋，所以要準時到㗎。話咁快，我哋就返到嚟博多啦。今晚要食呢一間人氣店爐端燒。出發之前1個月，我哋係打電話直接同餐廳訂位，一行到入餐廳就俾眼前呢一個火爐吸引住啦。然後坐低之後，服務員就會遞上一盤當日好新鮮嘅魚，可以任由我哋自行挑選，跟住就可以攞過去幫我哋燒㗎啦。呢間居酒屋除咗出名燒魚之外，佢哋仲有其他佐酒小食同埋串燒俾客人選擇。未開餐見到呢張手寫 welcome 字條，真係覺得細節滿分啊！然後就遞上2碟收費嘅佐酒小食，一碟係枝豆，一碟係螺螄粉沙律。
跟住我哋就點咗2款前菜，呢碟魷魚刺身滑捋捋配咗啲辣椒好惹味，而呢一碟就係福岡名物芝麻醬刺身，真係冇得輸啊！啱啱欣賞完靚仔哥哥撒鹽嘅表演之後，我哋就開始食燒海鮮啦。呢隻蝦大大隻，肉質爽口鮮甜，而且呢度仲有剝蝦服務，好窩心㗎。頭先我哋點咗每人1條燒沙甸魚配明太子，條沙甸魚外皮帶住炭燒焦香，魚肉好鮮甜嫩滑，加埋明太子一齊入口，咬開即刻爆出鹹香帶少少辣味，同沙甸魚嘅鮮味互相融合，口感層次真係一下子豐富晒啊！味道夠晒特別，真係越食越回味。跟住我哋就點咗唔同嘅串燒，有燒雞腎、燒雞皮、雞肉棒，慢慢逐串咁樣上齊，所有串燒都各具特色，香濃惹味，充滿驚喜啊！最後我哋點咗洋出豆腐，啲豆腐外層金黃酥脆，內裏軟嫩爆汁，配埋啲紫菜、薑蓉、蔥花，呢一款小吃真不愧為居酒屋嘅經典菜式啊！今日係我哋喺福岡玩嘅第6日，依家我哋由酒店出發，慢慢行去食早餐，沿途會經過運河城。今日個目標就係聞名已久嘅夫婦麵包鋪啊，佢係位於喺運河城隔離，位置超好揾㗎。我哋抵達嘅時間大概係9點20分，可以排到第2位，都算好彩㗎啦。店鋪10點鐘先會開始營業，咁我覺得排大概半個鐘頭多都接受到嘅，起碼我可以第一時間食到新鮮熱辣出爐嘅明太子法棍包，時間又過得幾快喎。我哋等到佢哋開門營業啦。一行到入嚟，真係令到我有選擇困難症啊！呢個又想食，嗰個又想試，每一款睇落都新鮮到爆，樣樣都好似好好味咁，仲要成間店鋪都充滿住啱啱出爐嘅牛油香同埋麥香。本來以為淨係嚟諗住食招牌明太子嘅法棍包，點知依家忍唔住揀咗幾款。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食日本嘅麵包噶。終於行到埋嚟買明太子法棍包啦！佢哋係可以俾我哋揀切或者唔切嘅，但係我哋會喺店鋪度即場食，所以切咗就會比較方便。淨係睇佢哋切法棍包都好自如啊！呢邊有包裝好嘅法棍包，跟住就攞過去收銀處俾錢。呢間店鋪係有啲座位供應俾食客，可以坐低品嘗佢哋買咗嘅麵包，望住街景，慢慢享受熱辣辣嘅明太子法棍包。呢一份幸福真係冇得彈啊！睇下熱辣辣即刻焗出嚟嘅明太子法棍包，外邊脆卜卜，麵包非常之軟熟，一啖咬落去真係酥脆到不得了啊！成條法棍包由頭到尾都塞滿咗明太子嘅牛油醬，明太子嘅鹹香之味配搭咗牛油香，好味到真係唔識講嘢啊！我終於食到傳說中最好味嘅明太子法棍包，真係排大半個鐘頭都值啊！喺店鋪裏邊仲有一個小焗爐，客人係可以將佢哋買咗個麵包焗翻熱嚟食。我就焗咗呢個咖喱牛肉包，哇，真係又係超級好味啊！食完早餐之後行返出嚟，已經見到門口大排長龍啦。不過其實夫婦都有預訂嘅服務，但係只限於提前1日打電話嚟預約，每人限買5條。喺呢個約定好嘅時間到店取貨就可以噶啦。不過一場嚟到，我自己中意就入去慢慢揀，即場可以食到新鮮出爐嘅明太子法棍包。離開咗夫婦麵包店之後，我哋依家就行過去折田神社度祈福參拜，因為由麵包店行過去只係需要幾分鐘，路程好近咋。嚟到折田神社嘅門口，就見到呢個阿多福啦。大家從福口行入去，就等於直接接住神社嘅福氣，祈願身體健康、家人平安。呢一座守護博多超過1300年嘅神社，真係好犀利啊！
個鳳臘山粒係折田神社最重要祭典使用嘅傳統山車，佢高達13公尺，平時只係喺新聞電視先會見到博多紫園山粒，今日終於近距離睇到實物，好華麗啊！從呢度木造山門行入去，正式就進入折田神社。神社最重要嘅參拜地方就係呢個拜殿，佢係一座莊嚴古樸、充滿歷史感嘅木造建築，行埋啲就可以感受到濃濃嘅神聖氣場啦。呢度有1000塊繪馬，代表咗有1000種心願，全部都掛咗喺神社嘅木欄上邊。我可以靜靜咁喺度誠心許願。其實呢個背影裏面唔單止係祈求平安好運，仲係同自己講要好好咁生活落去，好好咁過日子。我一定要身體健康啊！行到嚟呢度就係折田神社嘅千本鳥居啦，一排排朱紅色嘅鳥居，石柱上刻滿咗博多街坊同埋商家嘅鳳臘名，行入去就好似行入一條福氣隧道咁，每一步都充滿住好運啊！而喺折田神社隔籬有條村隧通，有時間可以過嚟行下，因為呢度有好多小店鋪都會令你充滿驚喜，甚至係揾到好多日本製嘅產品。今日啲行程都幾緊密啊，跟住我哋就要去下一個地方。我哋喺博多竹子口呢個巴士站會坐44號或者45號去拉拉坡，見到45號巴士埋站啦，我哋上車先啦。坐巴士嘅方便嘅原因就係因為一落車就會見到拉拉坡喺對面，呢度係一個大型商場，不過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要嚟同高達打卡啊！拉拉坡呢個商場樓高有5層，完全係大型嘅購物中心。入到裏面，成個商場都分為好多區，店鋪超過200間，由時尚服飾、生活雜貨、美妝護膚到童裝、玩具、家庭樣樣都齊。主打係日系品牌，好多係日本限定或者係獨家款式，我哋都行到眼花繚亂啊！喺呢個商場行街，地方好闊落，空間好大又夠光猛，行起上嚟好舒服。如果真係有足夠時間，真係可以慢慢睇、慢慢行㗎。行完商場之後，我哋又可以喺拉拉坡門口度坐返巴士返博多站。今晚我哋去食一間好正嘅居酒屋。呢間居酒屋叫做白色，我哋之前喺 Table Check 訂咗位，順便選擇咗個9000 yen 嘅 omakase 套餐。一行到入嚟，呢間居酒屋嘅設計好有格調，開放式廚房俾客人包圍住，廚師可以同客人有啲互動，而客人又可以一路食嘢，一路欣賞廚師嘅烹調手法，真係視覺、聽覺、味覺都係享受啊！佢哋有個隱藏版嘅餐牌，慢慢喺呢個位度拉個餐牌上嚟，呢個設計真係好特別啊！不過打開個餐牌，全部都係日文，我估呢一版應該係飲品嘅選擇。喺未上菜之前，我真係好細心喺度欣賞每位廚師烹調菜式嘅手法。居酒屋嘅氣氛真係好熱鬧啊！我都係第一次喺居酒屋度食廚師發辦，真係好正啊！首先上咗呢杯黑松露蘑菇湯，真係超好飲啊！濃濃嘅黑松露味，配埋打碎咗嘅蘑菇，一粒粒好有口感。但係點解得咁細杯㗎？真係唔夠厚喎！呢3片係比目魚刺身，配上咗米飯同埋清酒製成嘅醬汁。呢個比目魚刺身好鮮甜啊！食食下又可以欣賞下靚仔，呢度有好多位廚師個顏值都有翻咁上下㗎。呢碟係士多啤梨配咗豆腐同埋芝麻醬汁，個味道好特別，非常之夾，真係冇諗過可以咁樣配搭嚟食喎。呢件係帆立貝手卷，一咬落口我都忍唔住即場講おいしい啊！おいしい，好味啊！
原來廚師頭先係將啲日本空心菜放喺炭上邊燒，佢要睇住個火候。哇！但係燒到個火候啱啱好喎，啲菜好鮮嫩，有炭火香味，就連幾條菜都煮得咁好味，真係神乎其技啊！呢嚿肉球成個燒到金黃色，好有炭火嘅香氣，一咬落口啲肉汁即刻爆滿成個口腔，裡面係手打嘅雞肉同埋鴨肉，仲配有少少和牛脂肪嘅柔潤感，3種唔同嘅肉夾埋一齊，每一啖都彈牙又 juicy， 真係勁好食啊！呢隻燒雞翼睇下燒到幾靚，唔使講梗係好味啦，嗰啲肉質燒到好嫩滑，但係可惜又係得一隻，樣樣都食到好吊癮啊！呢兩件春魚上面鋪咗北海道嘅馬糞海膽，下面係一塊炸咗嘅紫菜。春魚嘅肉質好軟嫩，又帶住少少嘅油脂香，鮮味清甜。上面鋪住嘅北海道 uni 軟滑甘香，再加埋炸咗嘅紫菜，加埋嚟食，海膽嘅濃厚鮮味會調出春魚嘅清甜，完全唔會搶味，真係絕配啊！嚟到福岡之後，真係愛上咗食呢一款芝麻醬刺身啊！每日都好似要食過先安樂，所以我哋另外就加咗呢一款菜式，真係好好味啊！呢道金雕松粒燒係我其中一道最喜愛嘅菜式。佢哋首先將魚皮同埋魚肉分切開，真係好考功夫㗎。然後將上面嗰層魚鱗片燒到卜卜脆，一咬落口滿口都係焦香同埋油脂香，而入面嗰啲魚肉鮮甜嫩滑，再點埋呢個秘製海膽醬，真係一試難忘啊！呢件真係稱得上係炸物嘅天花板啊！外層脆到卜卜聲，完全唔油膩，咬落去入邊全部都係一絲絲嘅真蟹肉，鮮甜到爆，配埋下面呢個蟹膏味噌醬，鹹香嘅鮮味啱啱又調出蟹肉嘅鮮甜，外邊脆卜卜，入邊就軟綿綿，呢個組合真係冇得輸。點解呢度每一道菜式都咁好食㗎？呢3件炭燒安格斯牛柳燒到5成熟，咬落去肉質好鬆軟，厚切得嚟個火候控制得好完美，表面鎖住晒啲肉汁，淋上咗嘅醬汁之後就香噴噴，我真係覺得好好食啊！最後上個西蘭花馬鮫魚煲仔飯，主廚親手幫我哋撈勻咗成個飯，熱辣辣嘅砂鍋飯湧出香噴噴嘅味道，馬鮫魚嘅鮮味同埋西蘭花嘅清爽，完全滲入晒啲飯裏面，食落去軟軟糯糯又有鑊氣，呢碗飯真係食到心都暖晒啊！我想話呢個雪糕真係好好味啊！佢哋真係好犀利，點解可以將啲雪糕畢到好似一條條蛋卷咁嘅？呢一餐omakase真係好正好正，超級好味得嚟，價錢又唔貴，真係色香味俱全啊！最後佢哋送上呢一張感謝字條，真係令到客人好窩心啊！而呢位廚師哥哥好鬼嘛，係都要我幫佢拍低咁可愛嘅一刻，呢一間居酒屋真係超推介啊！唔經唔覺呢個福岡旅行就去到最後一日，老實講啊，真係唔夠時間玩啊！因為喺福岡無論美食或者購物都好吸引，我哋依家就出機場，記得留翻啲時間喺機場行下街，買下手信。不過我想預告俾大家知，嚟緊嘅夏天我哋會再度重返福岡，因為想去發掘更多新玩法同美食，咁大家要密切留意我個 channel 啦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條影片啦，麻煩幫我分享出去。如果仲未訂閱我 channel 嘅朋友，記得撳訂閱同埋點讚，仲要撳埋個鐘仔啊！繼續同我周圍去旅行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